国际实用射击联合会是全世界上界大的射击运动协会。4年一届奥亚赛27开始，伫咧印尼举行，上报有32个国家上千名选手参加。不过，当各国选手进场的时阵，中国选手却把咱的国旗扭倒落来，咱的选手也随抢倒登记，要向这主办单位来申诉。最后来，咱的国旗是有挂倒登记，主办单位也谴责中国对这款的行为是不符合运动家的精神。4年一届奥亚赛开幕，世界各国参赛队伍陆续进场。台湾队的国旗也对其他国家国旗同齐出现。活动进前所发现插曲，台湾选手加裁判单品又发现进场进前插有台湾国旗的期间又甲真大力，原来是3名中国队的选手在扣咱国国旗。当时就非常愤怒，因为最近奥运我们才一直被阻拦嘛，国旗的部分，所以我当下就是很生气的冲过去跟他们3个要抢。第一时间，单边又冲起嚟，将国旗夺回。随向主办单位抗议无偌久，主办单位搁一摆挂上咱国国旗，也请人伫边仔看守，避免搁发生插曲。在3个月前的泰国比赛里面呢，也发生了中国运动员对我儿子，因为他当时是比赛的场监，也就是所谓的裁判，他在执法，他们不断的在台下以言语骚扰他。这场比赛是国际实用射击联合会4年一度的奥亚赛，日一开始为期2礼拜，至少32个国家，超过1000名选手参与。IPSC 成立伫1976年，是实用枪击领域上大规模、历史上久的组织。比赛讲究的是选手伫无同的环境中实战射击，考验准确度加速度。台湾早伫24年前就加入，选用国旗是台湾队的代表旗，多年来拢是安尼，毋捌遭遇类似的情况。即摆互扣落国旗，主办单位发声。谴责中国队队员，也受理台湾队的申诉。后手真正要处罚，动手手旗的中国选手，恐惊爱面临禁赛，也是终身罚款。记者综合报道。